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关于房地产的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万科管理层全面换血。节后上班第一天万科就大换血。这个节前放假对吧？也是最后一天，万科先是公布这个董事会的变动，节后第一天，然后就是管理层开始大换血。这个按照上市公司它就是这个程序2月5日消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布一项重大内部人事调整，涉及总部及各地区公司高管团队全面更替。据悉，此次变动中，万科总部各部门及各地区公司高管团队将进行全面更换，具有国资背景的经理人队伍将全面入驻，接替原有管理层。新任高管包括赵正阳、肖劲华等多位具有丰富经验、专业背景的人士，分别担任战略投资、财务资金管理、法务等关键职位。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就是万科的前董事长郁亮的安排。你看根据万科集团实际和管理团队人员配备情况，经集团经营管理团队审议决定，明确一批高管最新工作安排，也就是分工涉及12人。具体来看，集团管理团队人员职责分工如下：辛杰，集团董事会主席，主持金融集团全面工作；还有一个叫什么谢栋，监事会主席、工会主席，主持监事会、工会工作；郁亮，集团执行副总裁，协助董事会主席开展工作，负责战略和房地产宏观研究；还有一个执行副总裁叫李峰，负责开发经营业务的经营管理工作，分管开发经营事业集团；华翠集团执行副总裁，还有其他的执行副总裁我说的是郁亮。这个郁亮的安排很有意思，他没有具体的分管工作，他叫负责战略和房地产宏观研究。这个如果你不理解这个位置是干什么的，那我介绍一个人那就是恒大的前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老师，大概其就是这个位置。负责宏观研究嘛，任泽平老师也是负责宏观研究。然后这个郁亮是叫协助董事会主席开展工作，他虽然也挂一个执行副总裁，而且他排名还排在第3位，实际上他没有任何权利，这个对郁亮来说不是好事这个我在节前的节目就说了这个郁亮恐怕是被扣留，打个引号暂扣在万科，你不能走，很多事情到时候都需要你来解释，问别人没有用不能这管理层全走光了，对吧？得留一个知道事儿的知根知底的，你在这儿你得交代清楚。接下来万科恐怕就要公布年报的时候要召开股东大会，召开股东大会就要重新任命董事原来的董事恐怕都要换掉，然后这个什么辛杰什么谢栋还有其他人纷纷再进入董事会。这个辛杰应该本来就是董事会的，原来的董事会就有他，这个谢栋应该也是。那现在先把这个经营层或者叫管理层全部给换掉，从财务总监到负责开发的，到这个董秘到执行副总裁全部换掉。虽然这次公布的是12个人，实际上深圳地铁这次接收万科这至少派了50人以上，要不然凭这几个人他怎么可能管得了这个万科呢？万科盘子这么大，各地还有分公司都要去接收所以我觉得50人甚至100人都有可能把万科原来的班底基本上都清洗掉了。这个还是我以前说的万科原来的管理层恐怕有人要负责任，深圳地铁也有人要为此买单。万科的股价市值灰飞烟灭多少那都是国有资产的。深圳地铁投资万科，好像我们以前算个账吧，就随便一算亏了600亿吧，我这个数没记住大家可以自己去算，就是它市值损失多少，然后他真金白银的还借给万科的钱，还为了这个拖万科还花了钱，这些钱都恐怕要当坏账计提那这都是国有资产，难道没有人为这个买单吗？不可能的。我也说过了，万科唯一的出路就是破产重整，再引入新的股东。这个新的股东他会带着资金进来，有可能是国资，也有可能是民营企业、民间资本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如果靠深究那个想法是一厢情愿，因为万科的摊子太大，盘子太大，深圳地铁这自己那叫蛇吞象，自己才300亿的盘子，你怎么救这个万科对吧？你自己力量自己有多少钱？
虽然你的背后是深圳国资委，那深圳国资委的钱那也不是说想花就花呀，每一分钱都有出去啊，都有着落啊。他如果想花就花，那深圳华南城破产清算，他怎么不出手救呢？那跟万科是一样啊，它体量比万科还小啊，更好救啊，对吧？一个房地产公司啊，换几个经营层、管理层就能好吗？这个太想当然。我认为啊，这次深圳地铁全面接手万科，实际上我认为是在审计啊，要清查，要理清责任。第一个是要保交楼，这个是政治任务，就是你万科的楼你要保证交付，剩下的就是清查责任。至于能不能救得了，我一直说啊，那得看韭菜啊，韭菜只要坚持不买房，神仙来了也没用。你想一想，这个万科现在啊，2024年经营性现金流是负的，这肯定的啊，它是亏损400多亿啊。2025年它经营性现金流恐怕还是负的。你什么意思？就是他卖房子速度啊，那回笼的资金和他花出去的钱，这不是还债啊，他是支付正常经营的钱，他都包不住。你说他哪有钱就还什么美元债，什么银行到期的债，他没有钱。那万科今年到期的债好像是600亿还是几百亿，你从哪儿弄钱呢？当然了，你可以说啊，深圳国资委出面，跟这个新华保险，跟这些保险公司谈，这些保险公司不一定卖深圳国资委的账啊，人家都是各管一摊，我救你，那我掉水里了，谁救我啊？对吧？大家都是表面上和和气气，拉兄弟一把，背后那对不起，对吧？能高高挂起就高高挂起，谁救你？谁会把问题抱回自己家？这保险公司险资救万科，那就相当于你把问题把雷抱回自己家，你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谁会这么干呢？银行也一样，对吧？那个啊，深圳国资委找银行谈，你能不能展期？银行说展期也行啊，这我谈过啊。这银行一般的肯定说展期可以，我都愿意企业活下来，但你得给我增加信用，叫增信。你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押给我？你以前押那个地不行，那个地现在都不值钱了，你最好再找点东西押给我，我给你再展期，我也好跟董事会跟上级交代啊，否则我拿什么理由给你展期啊？你看看都这么谈啊，银行也不傻，对吧？你好歹得找点东西出来押给我，再增加，这叫增信。那你说万科这个时候还能拿什么出来增信呢？那就得深圳地铁实打实的掏钱出来。你说他自己盘子才多大，他哪儿掏钱呢？没戏。我在以前节目说了啊，这房地产公司玩的这种高管，如何把公司的资产洗出去，如何利用公司这个平台自己赚钱，然后天衣无缝。那这个深圳地铁进来，大家得找责任呢，得找人背锅啊。那估计这个事得翻出来，也就是万科的以前的啊这些管理层寝食难安呐，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护照啊，2份护照啊，或者化妆能不能潜逃啊，或者出境，对吧？从哪儿走到缅北？你境内的这些债务啊，我就给你打个折扣，比如保险公司、银行、信托都给面子，或者有更高部门的人出面协调，行，给你展期缓一缓。那你美元债呢？你找谁协调去啊？找特朗普协调吗？你找特朗普协调，特朗普不趁机再讹你一笔啊，对吧？你看那特朗普谈判，乌克兰军事援助，他说你把你的那锂矿押给我，加沙，对吧？他说他要去开发加沙，他搞房地产去啊！你说这人想一出是一出啊！所以说你说这个美元债你找谁协调啊？从这个深圳地铁啊，这次这个动作这么大，幅度这么大，这么迫切，年后一顿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对吧？把万科的管理层全换掉，就说明这个事情非常严重，已经到了不出手不行了。大家还记得吧？应该是2024年年初，咱们节目也说了，网上传，对吧？万科的董事长寻短见，看样子啊，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看样子这一年余亮过的是生不如死啊。大家还记得吧？应该就是去年春节前后吧，网上在流传，不要羡慕那些年薪千万、年薪几百万的、年薪上亿的人。你看看，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那个打工皇帝叫什么？夏海军，下落不明，那可是打工皇帝啊。这余亮呢，也算得上打工皇帝吧？这在煎熬啊。我们再看看啊，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那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啊。现在，所以说谁会给他展期呢？谁会还给他拉他一把呢？近日，据界面新闻公开报道获悉，叫浙金信托地产类产品，叫浙金汇业541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一共是8.17亿啊。近期发生共管张正照保险箱被撬事件，同时该产品被监管认定存在多项问题。据悉，该产品主要涉及昆明万朗开发的位于昆明市五华区的项目，
自2024年7月5日起延期。1月20日，昆明万蓝在不顾浙金信托反对的情况下，强行撬开供管认章执照保险箱，并拿走供管物品，办理工程款支付。浙金信托已报警并发表声明，但公安机关未如立案，银行也未拒绝付款。浙金信托正采取措施追究责任并恢复供管状态。此外，投资者近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管局浙江监管局回复，认定该产品存在4大问题：挪用资金去做其他信托产品兑付、估值问题、推荐材料信息披露问题、程序期间信息披露问题。其中，挪用资金问题为监管调查中主动发现，并非投资者反映。具体来说，浙金信托在风险控制考虑下选择了回购主体，但部分信托资金最终用于收购其他到期信托计划，并未向投资人披露相关信息及风险。同时，该产品存在尽职调查不审慎、推荐材料信息披露不清晰不充分、程序期未披露重要信息等问题。浙金信托作为浙江省唯一的国有信托公司，近年来在房地产业务上频频踩雷，业绩下滑。2023年，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同比分别下滑22%和20%。监管表示将针对调查所发现的问题依法采取相应监管措施。浙金信托也正采取措施应对这些问题，维护信托计划权益这叫太狗血了。就是这个浙金信托他为这个叫昆明万蓝募集了8个亿，然后用于房地产开发，但是他这个征信措施是什么呢？叫证章共管。什么叫证章共管？我以前节目说过就是你这个项目的公章、财务章、法人章，然后这叫章，证呢就是那个什么各种证营业执照、各种资格证全部呢双方共管。这个信托给你开发商一起管这个事情，管这些证章目的就是为了控制资金，收钱和付钱他都要参与，这样保证这个信托的资金安全，确保我给你的钱你是真的用在房地产这个项目上了，你可别把我给你的钱你挪到别的项目上去了，不就是这事吗？然后你这房子卖掉了回来的钱你得还，你卖掉一套房子，那个钱回到你的账上，这个账户被我监管了，你想把这钱挪不走，得需要我同意。那怎么共管呢？那这个项目公司日常经营不要用公章，要执照吗？要各种证，那就是你所有的文件只要涉及了支付、涉及了盖章的都得我同意，我得看，我同意了，咱们俩就是信托公司和项目公司他共管的这个保险箱信托公司管按密码，然后这个项目公司管那个指纹锁按指纹，就是2个锁同时开，双保险嘛，保险箱才能打开，然后把里面公章拿出来用印。如果你项目公司想单独的想拿公章拿不了，信托公司想单独拿公章出来也拿不了，这叫证章共管。结果这个叫昆明万蓝，他为了保交楼要支付工程款嘛，你不支付工程款人家不给你干活了。但是这个浙金信托他说这个钱我得同意，这个钱是用来还我的，你怎么拿来给付工程款呢？他不同意，他肯定就不给你这个开锁好了，这个浙信信托这个项目公司他就强行的把这个保险柜给敲了，把这个财务章拿出来，对吧？也给那个供应商给那些工程队支付工程款。那这个信托公司怎么办呢？你也不能跟人打架，对不对？都是文明人呢，只能报警。警察可不管这事警察也管不了这事，因为这公章是谁的？公章本来就是人家项目公司的，人家拿走不是天经地义吗？人警察还问你呢，你凭啥把人家公章管住了你说合同我们有协议，那警察说了那就对了，有合同有协议他没遵守，你去告他，不要找我，你们这不是刑事责任，你这是民事纠纷呢，你赶紧去告他。所以你看这个信托就吃个哑巴亏。为什么警察不管？因为地方政府都是保交楼只有你这个什么信托，你投资人的权益靠边站，对吧？要保证把这个楼盖起来，不能让它烂尾。你看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资金方和房企现在都是仇人关系已经不是你好我好，已经不是小甜甜了，现在是牛夫人。所以我们再回头看看万科，你说哪个资金方愿意这个时候还给你眉来眼去的，还玩暧昧什么，都恨不得赶紧把钱还给我。现在保险公司这些资金方没有上手，没有起诉，没有冻结股权，他已经不错了，人家都已经克制，现在就看谁打响第一枪。
有人不讲武德抢跑。大家还记得恒大吧？恒大的投资方叫山东高速，对吧？他就不听招呼，也就是说山东高速它是山东的国企啊，所以他就必须要恒大拿钱出来把他的股份赎回。结果你看啊，也是深圳国资委应该是啊他协调的，让深圳什么安居集团去把山东高速的那个股份200亿给打了水漂。这个事情还没完呢，谁做的决策，谁要这么干的？你现在救万科怎么救？这200亿整明白了吗？我们再看啊，这个重庆一知名房企申请破产重整，曾被誉为重庆五虎之一的财信地产走向破产重整之路。2月4号，财信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公司控股股东重庆财信房地产开发集团及间接控股股东重庆财信企业集团目前向重庆市第5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提交破产重整申请。我记得重庆还有一家企业叫金科股份吧，重整也是房地产企业。所以说这个万科啊，它最后的路就是破产重整。破产重整是拯救万科，不是消灭万科。有很多人整不明白，一听说破产就以为完蛋了。破产重整是求生，破产清算是求死。破产重整是把大股东，对吧，给他换掉，出局，然后这债权人出血啊，就这么粗暴啊！大股东出局，你不出局，那就变成二股东、小股东。债权人呢出血，对吧？你的债打骨折，该免的免，该打折的打折，该转股的转股，把你的债把你转成股份。这个万科他一下就没债了，完了之后他就把美元债一还，轻装上阵，哎，这叫破产重整，只是猪眼改，也就是换了大股东，哎，就像海航一样。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他说2025年开工第一天，楼市传来利好消息，春节市场平稳。专家称3月楼市或出现小阳春趋势，房地产行业正朝着健康平稳方向发展。2025年2月5日，新年开工第一天，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假期全国楼市成交整体较为平稳，国内28个代表城市新房日均成交面积较去年假期2024年2月10号到2月17号增长 8%。 从市场表现来看，1月受春节假期影响，重点城市新房及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均有所下降，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幅收窄，市场整体依旧延续以价换量行情，预计节后网签成交量将出现一定回升。中指研究院企业研究总监刘水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称啊，对于市场后续走向，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称，目前市场仍处于下行调整阶段，各地楼盘以顺销为主，楼市热度较春节前降温，区域分化是主流特征，但进入3月，市场有可能出现小阳春趋势。说这么多啊，说白了就是还是要等风来啊，看看还出什么救市政策啊。没有救市政策，那什么小阳春呢？我们再看看这个一条消息啊，2月5日上午，重庆市委召开新春第一会，这个重庆书记说啊，全力推动房地产和建筑业企稳回升。这个词儿有意思啊，变了。我记得咱们以前这个文件里面说的叫止跌回稳，哎，重庆它居然改了啊，改成叫企稳回升。这两个不是一个意思啊？一个叫止跌回稳，就是不要跌了，稳住就行。那重庆是不仅要稳住，还要回升往上涨，这是个苗头啊。看看是不是就这么一个地方这么说，还是以后啊上海、北京、浙江都这么说？是企稳回升还是止跌回稳？企稳回升，你拿什么让它升呢？今天晚上啊有个帖子说济南有业主免费送房子，这个啊在深圳这都已经发生过了，一点都不新鲜。但是我们看看济南是不是故事不一样。网传济南东部一楼盘业主曾花300万购置一套124平的房子，首付60万，贷款240万，还了1年贷款及办产权证花了15万后，如今准备免费送房子，只要对方承担自己的240万贷款即可，首付款直接白交，相当于1年直降60-70万。这个通俗一点啊，就是房子现在价值啊已经不到240万了，所以这个业主一看我还要还240万的贷款，这房子都不值240万了，也不如把房子送出去，然后你把贷款接过去，这叫城债式收购啊！哎，资本市场这就叫城债式收购，就以零的价格卖给你，你把资产和债一把买走。但就这个你卖不掉啊，因为你这房子不值240万呢，我为什么要贷款240万卖你这房子？可以
肯定是济南房地产市场啊供大于求，这房价降得太快，部分区域房价下跌明显，投资房产不再稳赚不赔，仅有核心地段和配套优质区域的房价较为坚挺。关于这个免费送房子的，咱们在网上看到很多，到现在为止反正没有看到一例说真送出去的。那个河南的郑州的那个亮亮丽君呐，他不也是号称他把那融创的房子送出去了吗？所以肯定是送不出去啊，人家买你的房子不如直接买新房，比你还便宜。最后我们再看一下杭州啊，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卖地收入啊，这个是中指研究院监测数据显示啊，2024年杭州供地规模显著缩量。据统计，杭州市全年揽获宅地出让金1169亿元，同比下降34%，也就是比2023年下降了1/3，创5年新低。也就是去年啊，杭州卖地创5年新低，就是杭州的地都卖不动了。但是啊，在与全国其他重点城市的横向对比中，杭州出让金规模仍高居全国第3，就是再差，它卖地收入还是排第3，但是跟它过去辉煌比起来，它已经连跌5年了，而且这个比去年少了1/3。这就说明杭州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你少这1/3这个钱，收入少这么多，但是你支出是不能少的。少谁的工资谁都不舒服啊。最后再看看这个搜狐财经报道啊，他说春节返乡置业局部热，多地推出形式及内容多样的迎新年购新房活动，抢抓返乡置业人群。2月5日节后开工首天，春节假期楼市成交数据相继出炉。从晚间数据来看，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啊，他说春节假期就1月28号到2月4号啊，28个城市新房日均成交面积较去年假期增长8%，一线城市广州新房晚签量较去年春节增长47%，北京较去年小幅增长5%，二线城市成都晚签成交量较去年假期大幅增长，南京、南昌、武汉等城市增幅同样明显。中指研究院研究副总监指出啊，整体来看，今年春节期间市场较为平稳，但假期市场仍处于淡季行情，预计节后重点城市新房、二手房交易量将出现明显回升。每年春节假期返乡置业是楼市热点所在，今年也不例外，多地推出形式及内容多样的迎新年购新房活动，抢抓返乡置业人群，包括南京、重庆、成都、合肥、长沙、郑州以及山东、湖北和福建等省市开展购房送家电、送旅游、减免物业费、送车位等促销活动。这是搜狐财经报道的啊，这个搜狐财经也不着调啊。你是春节返乡置业，你扯什么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啊？你广州新房春节增长47%，广州是谁返乡啊？就这媒体就是为了这个营造这个楼市火热景象啊，就已经是不管不顾啊。你说南京、武汉这叫什么返乡啊？成都也叫返乡，返乡指的那些5线城市，你把5线城市报一报，看哪个城市多卖了房子，增长了多少？你看标题说的是春节返乡置业热，你说的数字是北京、上海、广州，然后南京、南昌、武汉这地方哪个地方跟返乡有关系？这地方的人往出走，所以说啊，这个媒体啊也尽力了，不容易啊，都是为了生活。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